那上一堂课呢，我们是讲完了就是66页，就是最后一段的前面，也就是关于量和非量的差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66页最后一段呢，就是提到说分别还有无分别之。那首先呢是讲到分别之的性相，那就提到说质、声、异康为混合的单着之呢是分别的性相。那这边指的声还有异呢，声是指声共相，那异呢是指异共相。所以呢，就是直时的声共相和异共相呢混合的这种单着之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分别。那这边呢，为什么要提到说康为混合的意思呢？为什么不直接说直声异？直声异的单着之呢是分别的性相，要加个康为混合。那这边呢就讲到说，比如说呢，某些友情呢，因为他没有办法了知到，他没有办法听到瓶子的声音，比如说他的耳朵是没有办法听到的。那当他的眼睛呢看到瓶子之后呢，那之后他眼睛闭起来，然后会现起一个瓶子的异共相。那对于这种友情来说呢，他就没有办法直声共相，他只能仅直异共相来作为他的单着之。所以呢，这边才会提到说呢，直声异康为混合，就是声共相和异共相呢，其中一种的单着之呢，就是属于分别的性相。因为像刚刚所讲的，比如说呢，他没有办法听到瓶子的声音，他并不知道，大腹扁足能装水这个东西呢叫做瓶子，但是呢，他仅仅眼睛就眼根之看到之后呢，然后之后所引发的这个分别心呢是没有办法引申声共相的，仅有异共相的缘故，所以呢才会加个康为混合，意思就是二者呢随一。那在这边呢，我们只要说就是没有学习过这个名言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升起声共相。那一般呢，像是在社类学或是心类学呢，在解释的时候呢，都是提到说我没有学到这个东西的名言的时候呢，就是不知道它的名字之前呢，那这个时候呢都没有办法升起所谓的声共相。那这是一般的解释，但是呢，像是耿敦竹大师，就是生成大师，就是一世的尊者呢，他在他的量论的著作里面呢，就有提到说呢，并不是说我们只要了解到他的名言之后呢，就能够同时升起他的声共相和异共相。那生成大师呢，他所放的例子呢，是放说像一个人呢，就是一个修行者呢，他最初呢升起了就是对无我的修所成慧的时候，当他修所成慧对无我的修所成慧第一次升起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他也这个普特伽罗呢，他也没有办法升起对于无我就是身功上的这种单着之，他也是仅仅能够升起义功上的单着之。那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例子，所以在生成大师所造的释量论量论的解释里面呢，就提到说，并不是呢我们了解了他的名言之后呢，就一定都是会同时升起，只是他的身共相以及意共相，这是不一定的。就像是最初呢，透由修所成慧呢而升起正的空性的比量的这个行者呢，他在最初正的比量，他在最初有比量正的空性的时候呢，仅仅会升起意共相。但是呢，没有办法升起声共相。一般呢，我们在讲述分别的时候呢，除了这里所讲的分别之外呢，那像是在现观以上呢，会讲述到像是所知上分别，或是所断分别，或者说呢，分别和观察的分别，或者说呢，清净分别等等，就是分别呢，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这种意义在里面。但是以现在我们就像是适量论或者说心类学所讲述的分别呢，那大部分呢都是提到说直声异康为混合的单着之的这种分别。那在俱舍论里面所讲的分别呢，那俱舍里面所主要讲的分别大部分呢是属于分别和观察里面的这种分别。那我们这里呢，就是在社类学也好，心类学也好，或者说像是适量论里面呢，所讲到的分别呢，就是提到说，直声异康为混合的单着之，就是当我们的心绪里面呢升起了，就是能够比如说看到瓶子的时候呢，那之后我们眼睛闭起来，然后
能够现起一个大腹扁足能装水的这个形象，就是类似瓶子的这种影像呢，就是这里所讲的直生液康为混合的单浊汁的这种分别的方式。那另外呢，就是它不需要透油，就是大腹扁足能装水的这种形象，它只要呢就是能够直接呢不需要关带的这种形象，它可以直接见到的这种呢，那就是属于分别。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以我们来说，我们心绪里面呢是分别心和无分别知和无分别知两者呢，就是同时都会拥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面呢，我们呢是一定具备着了知，我们心绪里面呢是有了知的。因为如果呢我们心绪里面不具备了知的话呢，那我们就等是对外在所有的一切呢都没有任何的感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如同和死人一样是没有差别的。所以会说呢，我们心绪之中呢，一定是具备分别知以及无分别知。所以呢，我们就要认识到说，我们心绪之中的分别知和无分别知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现在呢，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呢，今天是星期天，那星期日，那大家呢都不需要工作，那现在呢，大家呢就是坐在自己的家里。那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呢，然后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去想说呢，你办公室里面呢有什么东西？你现在呢去回想说，你到办公室的时候呢，你要从哪一道门进去？那进去之后呢，你的位置在什么地方？那你坐下来之后呢，你的桌上呢有什么东西？那我们现在在想呢，现起的这种形象呢，去想我们现在内心呢在想的这个了知呢，就是所谓的分别。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在想的时候呢，我可以想到说办公室的门、办公室的桌子、我的椅子，然后呢，我的桌上呢有什么笔，有怎样的电脑，然后呢，我上班的时候呢是如何使用它。就是你现在脑袋里面呢，可以现起这些形象，这些形象是会跑出来的。但是呢，这些形象呢，是不是你正在使用的那些东西呢？并不是，它仅仅是存在于我们了知里面所现起的形象之外呢，它并不是真的可以拿来用的东西。如果说呢，我们现在分别之所产生的这些形象呢，是你能够使用的话呢，那照理说，你现在坐在家里面呢，你就可以把公司所有的东西都拿来使用，因为在你脑中出现的这种形象，就表示是真的的话呢，就表示说它是可以拿来用的，但是不能，它仅仅呢只存在于我们的了知当中。所以现起这些东西，现起这些形象的这个了知呢，就是这里所谓的分别。那所以呢，或者说我们在讲述，就是别人在问说，你说，哎，你的办公室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你的位置是不是在那边的时候，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也自然而然能够现起说你办公室所有的摆设。所以我们才会说，就是能全身以及分别知呢，它在去路近的时候呢，去路的方式呢是一样的。原因就是在这边，就是透由无论是声音也好，或是透由我们脑袋呢去回想、去思维、意念起来的这种东西呢，所出现的形象呢，那出现这种形象呢，就是自己所讲的直声意堪为混合的单浊知，就是它的声共相以及意共相呢混合的单浊知呢，就是这里所讲的分别知。所以呢，这些能够称为分别的原因是什么呢？最主要它就是符合呢我们这里所讲的性相，就是指声共相还有意共相呢混合的这种单浊知呢，就是所谓的分别。那特别是呢，它一定会掺杂着意共相，或者说呢，它一定要依靠着意共相才能够升起，就是它最主要呢是要依靠着这个形象。依靠着这种形象才能够升起的缘故呢，那这个形象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这种意共相，它最主要依靠意共相才能够升起的缘故，所以把它称之为叫做分别。那虽然呢，在这边呢，就是分别的现象呢，讲到说直声意康为混合，然后最后呢加上一个单浊知，但实际上呢，我们如果把它拆开看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像是直声意康为混合的呢，只要是符合这个条件的呢，它一定呢会是分别知，因为唯有分别知呢，它是需要透由就是意共相，唯有分别知呢，它是要持执着声共相或是意共相的呢，那具备这个条件的呢，它一定会是分别。所以在讲述直声意康为混合的呢，这个呢是在讲述分别它的作用。那在后面的单浊知呢，讲述单浊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自境单浊。什么叫做对于自境单浊呢？就是
当我们的了知呢能够升起，这个是瓶子，这个是柱子，这个是什么东西的这种了知呢，叫做单着知。那同样的呢，单着知呢也是唯有分别心才有，无分别知呢它是不可能升起这个是瓶子，这个是柱子的这种单着的方式。所以呢，无论是直生堪为混合的呢，只要具备这个条件，它一定是分别。同样的呢，你只要是单着知的话呢，它也一定会是分别。因为呢，无分别知呢，它是不可能单着自境的。它对自境，因为像刚刚讲的，它对自境是没有办法升起这个是瓶子，这个是什么东西的这种认知。所以无论呢是直生意堪为混合呢，光具备这个条件呢，它就一定会是分别知。直生意堪为混合的了知呢，它一定呢会是分别知。同样呢，我们只要讲到说是什么单着知的时候呢，凡是单着知一定呢是属于分别。所以这两个呢是从不同的角度呢来诠释分别，一个呢是从作用，那一个呢就是从分别呢，它就表示说分别知呢，它能够单着自境，就是它能够升起是这个是这个的这种认知呢，才会是单着知。所以他们两个各个呢都可以表示是单着知，但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更全面的理解到什么叫做分别的时候呢，所以才把直生堪为混合的单着知呢，把它安立为是分别的性相。那在这边呢，就是我们讲述到说，直生意堪为混合的单着知呢，它是属于分别的性相。那这个最主要呢，是从释量论里面呢出来的。因为释量论呢，它在解释分别的时候呢，其实它一开始并不是先解释分别，它是先解释无分别，它是从分别的正相反，就是无分别知呢开始解释，然后透过无分别知的解释之后呢，然后我们随顺着呢，然后理解到什么叫做分别。因为呢，在释量论里面呢，他在讲述什么是无分别知的时候呢，他最主要提到说，对于自境呢能够清晰显现，对于自境能够清晰显现的呢，那一定呢是属于无分别知。为什么呢？因为呢，从这里我们可以推论到说，能够于自境清晰显现是无分别知的话呢，就表示说呢，分别知呢，它是对于自境呢无法清晰显现。那它对于自境无法清晰显现呢，那是谁在中间做这个障碍呢？做障碍的让它没有办法清晰显现呢，就是异共相。因为异共相呢，它对于自相呢无法清晰显现的缘故，是因为它一定要现起一个形象之后，才能够去了知这一法。所以呢，它变成说，一个是对于自相呢能够清晰显现，一个呢是对于自相呢无法清晰显现。所以呢，在解释的时候呢，释量论是先从无分别知的角度呢来做解释，然后同样呢，我们了解了无分别之后呢，那对于它的正相违的呢，也就是分别知呢，就能够理解到什么叫做分别知。所以在讲出这二者的时候呢，并没有把它们拿出来分开讲，只是在讲说，一个是对自境能够清晰显现，一个呢是对于自境呢无法清晰显现。那无法清晰显现的原因呢，最主要就是因为异共相的缘故。就是呢，在经论里面所讲述的这些理路呢，就是有一个特色。那对我来说呢，就是在学习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特色呢是很明显的。那当然说，对于世间的学问呢，我并没有特别学习过。那我最主要呢，就是对于说佛法实上的学习呢，那最主要呢都是依靠着经论。那在学习的时候呢，我发现说佛法一方面我会说佛法的有一些理路呢，好像是很难以理解，但是呢，它的特色呢，就是当我们能够理解之后呢，对于这个理路，同样的理路你理解之后呢，你就能够举一反三，不用每一个例子呢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重复讲述，因为你只要了解了其中的一个理路之后，你可以用这个相顺的理路呢，然后去理解到其他的这些法类。那我觉得呢，这个就是学习佛法它的理路呢最特别的一个地方。最主要呢，会讲述这个的原因呢，就是提到说呢，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要了解到学习的方法。那比如说呢，我们在学习佛法或者是学习某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光只是用背的方式，就是还要去理解。就比如说呢，我现在是在学英文的时候呢，那
我学英文的时候，我就把整本英文字典背起来，然后说我在学习英文。那这种学习方法很明显呢，就是不正确的嘛。因为我们要把英文学好，不一定说你要把整本英文字典背起来才叫做英文能够学好，而是有其他的方式。那为什么先要讲述这个呢？就是我们这里呢，在讲述分别的时候呢，跟适量论看到说，之前讲到说适量论它在解释无分别的时候呢，它是对说自境，也就是志向呢能够自己的自境，就是你的这个境呢，无分别的这个境呢，他自己的这个境呢，一定是志向。他对于自己的这个境志向这一点呢，能够清晰显现的呢，这就是无分别。那乍看之下呢，这边在讲述无分别的时候，然后呢，跟我们现在心类学里面讲到说质声意堪为混合的单着之呢是分别的现象的时候，好像看起来两者是没有什么关联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找它的共通点。那共通点是什么呢？就是虽然适量论里面呢，他所讲的是自境，就是对于自境呢自己的境志向，它能够清晰显现的这个呢叫做无分别。所以反过来说呢，对于说志向呢无法清晰显现的，然后需要透由异共相呢才能够显现的呢，这个呢就是属于分别的现象。就是对于它里面的意思呢，我们要去了解。当你能够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呢，你在了解什么是无分别的时候呢，那同样的反过来说，你就知道说什么叫做分别。因为无分别是对于说志向品质呢能够清晰显现，那反过来说呢，分别呢它就是对于志向呢无法清晰显现。为什么对于志向无法清晰显现呢？因为它要透由异共相，那透由异共相去显现的时候，它自然无法像显示一个，比如说我们眼前的瓶子，我眼睛现在直接看到桌上的这个杯子，跟我去想说，跟我把眼睛闭起来，然后想桌上的这个杯子的时候呢，它显现的方式一定是你眼睛直接看到的最为清晰嘛。你脑海里面想现起来的这个杯子的这个形象呢是没有办法这么清晰的，所以透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很容易就了解到，原来分别知是这个样子，那无分别知呢是这个样子。所以这边才讲说佛法呢，它特别学习的这种方式呢，就是当你了解一法之后呢，那它相反的那一面，你透由理路，你可以直接去了解到。所以这也是一种比较特别，就是关于佛法上面呢比较特殊的一种学习的方法。所以我们在讲述分别还有无分别的时候呢，那在讲述无分别的这个无呢，是非的意思，就是它不是分别的意思。所以呢，千万不要把无分别的这个认为是说呢是没有分别的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当一个补特伽罗心绪之中呢，它是可以具备分别知跟无分别知的。那这个无分别知表示就是说它是非分别知，非分别知它不是分别知的意思。并不是说没有分别知，就比方说你心绪中呢虽然有无分别知，就是不是分别知的这种了知呢，但是并表示说你有无分别知缘故，所以你内心呢没有任何的分别知，并不需要这样子去理解。所以这边讲的无分别的无智呢是非的意思，就是不是的意思。所以才说我们心绪里面呢是具有分别知，也具有无分别知，这两者呢都会有的，并不是说因为你有无分别知之后呢，所以你的心绪之中呢是没有任何的分别，并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所以呢，我们在讲到说无分别知的无呢是没有分别，不是分别，不是分别知，就是它不需要呢观待的异共相就能够清晰显现的这种呢是无分别知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再讲回来，就是我们心绪里面呢是同时有分别知和无分别知这两种。那分别知呢，就像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坐在我们自己家里的桌子上，自己的书桌前呢，然后你去想说你公司呢有什么样的东西，然后现起来的这种影像呢，就是你去回忆或去想的这种呢，就是属于分别，因为它是要依靠异共相的这种形象呢才能够显现，才能够了知的。那对于说无分别知呢，就是我们现在透由我们的眼睛呢，然后看到我桌子上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那这些东西也是如同我所看到般一样的存在呢，所以我眼睛呢直接看到的这种呢，就是属于无分别知，那也是我们之前所讲的现前知。所以才说我们心绪里面呢是同时具备了分别知和无分别知呢这两者。
所以呢，我们在讲述分别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分别支呢，它在异支和根支里面呢，它一定是属于异支，没有又是根支又是分别的这种了知，这种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讲说分别支呢，它是要透由我们想的方式，或者说我们意念的方式呢，它才能够升起的这一种我们在想什么事情，或是我在意念什么事情呢，才能够升起的缘故，所以它一定是靠由意支。那根支呢，我们要说根支它对于说境呢，一定是直接显现，它并不需要透由意共相。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根支呢，它一定要接触到境的时候呢，它才能够显现。它没有办法不接触到境呢，然后能够显现。比如说呢，我的眼睛呢，它是没有办法看到昨天的瓶子，或是昨天的东西，它只能看到现前的这些东西。那昨天的瓶子呢，或是昨天的东西呢，我是可以用回想的方式呢，在我脑海里面，它的形象呢是可以现起来的。所以这种呢，就是透由意支，也就是分别的作用。但是对于根支来说呢，它是没有办法说，哦，我现在看到昨天的瓶子，并不是你看到的是现前的瓶子，并不是昨天的东西。所以对于根支来说呢，它一定呢要接触到这种境。那除此之外呢，根支呢，它也没有办法升起，它也没有办法现起呢。哦，这个东西是这个，比如说我眼睛看到瓶子的时候，你的眼知不可能现起这个是瓶子的这种想法。所以我们只要讲到说想法或者说思维的时候呢，就一定呢会是指到意支，不可能会提到根支。那所以呢，虽然说这边呢讲的说直生意康为混合的单着支呢是分别的性象，那其实呢这个也是分别的体性。因为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呢，就是无论说你只看直生意康为混合的这一点也好，或者说只看单着支这一点也好呢，这两者呢都是在讲述说分别呢它的这种作用，特别呢是对于说分别支呢它去路径的这种方式，这两者都讲到这个。那所以我们透由这个分别的体性呢，能够了解到说它去路径的方式呢，分别支去路径的方式呢，要么就是由生意康为混合的这种方式去路径，要么就是升起哦此是此的这种想法呢，这种单着呢，然后去路于境。所以这边讲的是分别去路径的方式。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了解到说，分别支去路径的方式跟无分别支去路径的方式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说呢，就是分别支和无分别支两者呢都是了知，但是光他们对于境去路的这种方法呢，就是完全是不同方式呢去路于境。那这跟我们之前呢在讲述说根支呢还有意支的差别的时候呢，那我们现在讲述分别支跟无分别支呢，它的差别是从去路径的方式的差别呢来探讨说二者的不同。但是我们之前在讲说根支还有意支的时候呢，是提到说它的不共真上缘。它的不共真上缘呢，需要依靠俱摄根才能够升起的这种呢，叫做根支。那它的不共真上缘呢，是不需要依靠着俱摄根就能够升起的这种呢，叫做意支。所以呢，我们在讲述说不同的新的法类的时候呢，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呢来给他们做分类的时候呢，那我们对于说新类学的理解呢，就可以能够更全面，然后呢更深入。因为呢，就像这里所讲的，分别和无分别呢，就是以定义以这边的性象或者说它的体性来看呢，是从去路径的方式呢，然后来分别这个是分别支以及无分别支。那在讲根支和意支的时候呢，是看它的不共真上缘是否依靠着俱摄根，然后来判定它是来判定它是根支或者是意支。那在这边呢，就是因为呢，讲到分别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大家要说，了解分别呢，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在讲述分别的分类的时候呢，就会提到说，为直生共相的分别支，以及为直异共相的分别支，以及直持生共相和异共相两者的分别支，就是又分为这三种不同的分类。那讲到为直的时候呢，就是为直生共相的时候，就是它只有直持的生共相的这种分别支呢是一种，然后为直异共相就是它只有直持异共相的这种分别支呢又是另外一种。那还有呢，就是它对于生共相和异共相呢两者都直持的分别支呢又是一种，所以分为这三种。
那第一个呢，什么叫做维持声共相的分别支呢？维持声共相的分别支呢，就比如说我们讲一个直持平直的分别支好了。那维持声共相，然后又是维持平直的维持声共相的分别支，然后又是直持平直的分别支呢，是哪一种呢？就比如说有一个人呢，他完全没有学过平直的定义，他也不知道平直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说大腹扁足能装水呢是平直的定义，或者说平直的意思，他完全不了解说大腹扁足能装水是什么东西，他也从来没有见过平直，然后也不知道说大腹扁足能装水是什么。然后有一个人呢就跟他说呢，有一个东西呢叫做平直。那这个时候呢，他是第一次听到平直这个名词。他听到平直之后呢，然后人家来跟他解释说，哦，平直呢，它长得怎么样的时候呢，他透由这种声音的描述之后，然后内心里面会升起一个对平直的这个认知。那这种认知呢，就叫做为直平的异共相。虽然说它也是直平的分别支，但是它直平的这个分别支呢，是透由，因为你完全没有看过平直，也不知道平直长什么样子，然后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大腹扁足能装水，你只是透由别人跟你的描述说，哦，有个东西呢叫做平直，那它的样子呢是长得这个样子，然后你在脑筋里，我们在脑海里面呢，自然而然就会现起这个形象，然后透过这个方式去了知的时候呢，那这个呢叫做为直声共相的分别支。第二个呢，就是维持异共相的单着支，维持异共相的分别支。那什么是维持异共相的分别支呢？那这个状况呢，刚刚呢不同的是，他呢就是从来没有听过平直，然后但是呢，他也不知道平直是什么东西，但是他第一次呢，比如说他到商店里面，或者说他经过某个地方，那这个桌上呢就是放着一个就是大腹扁足能装水的这个东西，那他眼睛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呢，他并不晓得这个是平直，但是他的内心里面可以现起一个，哦，这个是大腹扁足能装水。他现起的这种呢，就是他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名字是什么，他不晓得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但是他能够对他的意思呢，或者说他的意涵能够完全了解的这种呢，就叫做维持异共相的分别支。直持声共相和异共相二者的分别支呢，就比如说呢，我们桌上呢就是放一个大腹扁足能装水的东西，那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人呢，然后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呢，那我们就跟他解释说，哦，桌子上这个呢大腹扁足能装水的这个东西呢，它的名字叫做平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内心呢就会升起一个，哦，原来这个大腹扁足能装水的这个东西，它的名字叫做平直哦的时候，他升起这种念头的时候呢，就是对于平直的意思，就是大腹扁足能装水的这一点呢，他能够了知。那对于平直的名声呢，也是平直这个声音呢，他也了知到说，哦，这个东西叫做平直的时候呢，那这种情况所产生的分别支呢，就是于声共相和异共相二者皆了知的分别支。对于说呢，我们在解释像这里所讲的，就是直声异看为混合的单着支的这种分别呢，那最主要是出自于适量论。那这种呢，基本它是就是对分别的这种认知呢，是所有就是内部中义呢是完全就是共许的。那这种在就是无论是在四部中义上面呢是没有任何的差别。那像刚刚所讲的，无论说是维持声音的异共相，维持声的异共相，或是维持声共相的分别，维持异共相的分别，然后支持声共相和异共相两者的分别呢，那这些都是在中义上呢都是共许的，这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那有差别的地方呢，就是在于说各个论点呢对于分别的安立呢有不同的一些名言的安立的方法。那在适量论或者说气部量论呢所解释到的分别呢，一般就是我们这里所讲到的，就是直声异看为混合的单着支的这一种分别。那以就是像是适量论，还有说是俱舍里面呢，就是各个不同的这些论点呢，那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关于分别的案例。那我们这边呢就是来讲一下呢有几种分类。那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正分别，第一个呢是正分别，那第二个呢就是非正分别，第二个呢是非正分别，那第三个呢是束缚心的分别。第三个是束缚心的分别，
那第四个呢是善乱分别，第四个是善乱分别。那第五个呢是我执分别，第五个是讲到我执分别。那第六个呢就是执生义康为混合的单着支的分别，就是又分为呢，就是在讲述分别支的时候呢，又会安立出这6种不同的分别。第一个呢，在讲述正分别的时候呢，那什么叫做正分别呢？那其实就是我们在讲到就是八圣道支里面的时候呢，那在讲述八圣道支里面，我们会提到说一个八圣道支里面的正思维。那其实八圣道支里面的正思维呢，跟就是以藏文来说，它跟正分别还有正思维这两者呢是同样的字。所以这边所讲的正分别，就是提到说八圣道支里面的这个正思维。那这个正思维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根本定制之后，我们进入根本定制之后呢，然后进入后得的时候呢，你在根本定制里面所理解到的这些内容呢，然后来作为你的意乐，就是说我们对于能够完全深入于就是教典的这种理解，比如说对于空性，还有说像是四谛16形象呢，就是在我们入根本定制所能够了解之后呢，然后在后得制的时候呢，你以之前根本定制入定所现起来的这些形象呢，然后以此来作为你的一个等起，然后呢去做这种正向的这种思维的。那这边呢就是八圣道支里面所提到的正思维，或者说呢讲说是正分别。那所以正分别呢所讲述的呢，就像是八圣道支或者说像是37菩提分法所讲述的呢，是属于正分别。那这里想的说非正分别呢，或是非正思维呢，那这个在持世菩萨呢，也就是至尊弥勒所造的辩中辩论里面呢，有讲到说，就是凡是三界所摄的，就是有漏的心王和心所呢，都是属于这边所讲的非正分别，就是三界所摄的有漏的心王和心所，全部呢都是属于非正分别，也就是非正思维的意思。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就是我刚是说束缚心的分别，这应该不是讲说束缚心的分别，它最主要呢是讲到说就是寻思的分别。寻思，那这边在讲到寻思的分别的时候呢，最主要是提到说，我们一般讲说分别观察，或者说呢，在用佛法里面呢，你把这两个字呢，就是去仔细区分的话呢，叫做寻思还有视察。就是寻思和视察里面呢，寻思呢就是这边所讲的，就是寻思的分别。那寻思还有视察二者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一个呢，它只是说对于这个境呢，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了知，它并没有特别呢去做细分的这种观察或是思维，或是观察这一点呢叫做寻思。那视察呢，就是它对于它每一个特色呢都去一一的观察，这种呢叫做视察。所以有的时候叫做分别观察，有时候在讲述像心所之后是讲说寻思和视察。那寻思呢，就是讲到说，比如说我们讲到说我们在观察大腹扁足能装水的时候呢，那寻思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就是整个概括的大腹扁足能装水呢，这个是属于寻思的作用。那视察的作用呢，它除了说大腹扁足能装水之外呢，它还去一一的观察说，哦，你这个是什么材质做的，然后你这个瓶子具备什么样的特色呢？那这是属于视察的作用。所以在这边讲到说寻思的分别呢，它所讲的是就是对于我们的境呢一个大概的这种了知的这种方式呢，是这里所讲的寻思的分别。那这个寻思的分别呢，跟这里所讲的直生义康为混合的这种单着支呢，是没有不是专指这个意思，它完全就是指一个就是说我们对于境呢就是概略的这种观察，概略的这种理解呢，称之为是寻思。接下来呢，讲到第四个呢，就是提到善乱分别。那在讲善乱分别的时候呢，就是有提到说10种善乱，那以及讲到说10种对治。那这边呢，我们就不特别一一的呢去做解释。那总之呢，像是属于善乱的分别呢，就像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像是增益或是损减，或者说像是调举等等呢，就是他有讲到说10种善乱分别以及10种对治的方法，那这里我们就不一一的做解释。那接下来第5个呢，讲到说我执分别。那我执分别呢，最主要呢就是在
持世菩萨呢所造的性空庄严论里面呢，就是加行道品里面有讲到说，就是所谓的我执分别呢，它就是所谓的所知障分别，就是它既是所知障，又是属于分别的这种呢，就是所知障的分别。就像是说呢，我们执持呢自性，就以应成派来说呢，就是执持呢自性成立的这种分别知呢，就是这里所讲的我执分别，或者说也可以叫做所知障分别，或是所断分别。第六个呢，就是我们这里所讲到的呢，直身意康为混合的单着之的这种分别呢，那就是我们这里所解释到的，就是说他所支持的呢，要么是身共相，要么是意共相，或者说二者混合的这种单着之呢，就是第六个所提到的分别。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大概呢对于分别的这些性相以及说它的一些差别呢做了解释。那这边呢就顺便提到说呢，那分别呢会到什么时候呢都还有分别智的存在呢？那就是我们只要尚未成佛之前呢，那心绪之中呢是一定呢都会有分别的。就比如说呢，像我们之前上一堂课所讲到的，像是尚未成佛之前呢，我们心绪中所有的慈心、悲心，以及像是菩提心等等呢，这些呢都是属于分别。那唯有在成佛之后呢，那这些方便品的这些道呢，像是慈心、悲心，还有菩提心呢，它才会转为现前的体性，不然在此之前呢，它都是属于分别的体性。那所以了解分别知呢，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有一些人呢，在外面他会讲说，哦，我已经现证了空性，我已经现证了无我。那对于说讲这种话的人呢，就是先不撇开，先不去论说他是否是真的证的现证空性，或是现证无我。但是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要现证空性之前呢，一定是要透有比量呢证的空性，就是你在现证空性之前，或是你在现证无我之前呢，你一定是要透由掺杂异共相的这种方式呢，去证的所谓的空性，或是无我，或是无常，或者说我们讲说四谛16形象的这些法类，你在现证之前呢，你一定要透由掺杂异共相的方式去证得，而不会说呢，哦，好像呢，我今天证得了资粮道，然后呢，明天呢，我就已经现证空性。就是现证空性其实并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你要现证空性之前呢，你一定要掺杂异共相的方式去证得空性，之后你才有可能现证空性。所以了解到分别还有无分别知呢，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就是在这里。那所以呢，我们这边讲到说，无论说像是正得无常的、正得无常的无分，正得无常的分别，还有正得四谛16形象的分别呢，就是一定要先有了正得无常的分别，以及正得四谛16的分别之后呢，我们才有可能现前正的无常和现前正的四谛16形象。那我们以5到10谛来区分的话呢，以5道做区分的话呢，就是现正无常，还有现正正的无常的分别，还有正的四谛16形象的分别呢，那最主要呢是在资粮道还有在加行道的时候呢升起。那等到呢见到位的时候呢，就是能够现证无常以及现证四谛16形象。那这个呢就是以同样呢就是以圣道还有凡夫道呢来做区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67页第66页的最后一行的后面，那提到说呢，分别呢，它是与遮遣趋入之二者同义，所以看到这边呢，我们知道说呢，凡是分别呢，它必定属于遮遣趋入之；那凡是遮遣趋入之呢，它必定呢会是分别。在这里呢，就是提到说呢，就是遮遣趋入之。然后呢，它与分别呢，二者是同义的。那我们这边呢，就可以了解到说呢，就是我们在学新的法类的时候呢，就是当我们讲到分别的时候呢，就会提到说是无分别。那在讲根知的时候呢，就会讲到异知。那在讲错乱知的时候呢，就会提到说无错乱知。那在讲到量的时候呢，就会提到像是在觉知或是非量等等。所以呢，在这边看到说，遮遣趋入知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了解到另外一个呢，就是沉入趋入之，就是一个是遮遣的方式去入，那一个是以正诚的方式去入。那什么叫做遮遣？
遮潜的方式去路呢？遮潜去路之的意思呢，就是提到说呢，它对于自净呢是透由就是脂分呢，然后而去路的这一种呢，叫做遮潜去路。那我们在讲述到呢，这里提到说遮潜去路的时候呢，就提到说去除脂分的这种去路方式呢，是属于分别的这种遮潜去路方式。那什么叫做遮潜？去除脂分的这种去路方式呢，就是比如说以直瓶的分别值来好，它在去路与瓶子的时候呢，它是去除掉一切的瓶子的这些差别，想要说瓶子的特色。像是瓶子的无常、瓶子的所知、瓶子的因、瓶子的果，这些特色呢，它全部呢都是去除之后，它仅去路于瓶子的这种方式呢，叫做去除脂分的这种去路方式呢，就提到这边所讲的遮潜去路之。那我们在讲到说遮潜去路之的时候呢，那接下来就讲说成立去路的方式。那成立去路的方式是哪样的？它是具备一切的脂分，或是具备一切特色的方式呢，然后去了知这个境。像说我们在讲述直瓶眼知的时候，直瓶眼知它在直视瓶子的时候呢，它除了说能够显现瓶子之外，那像是瓶子所有的特色，瓶子的无常，瓶子的所知，瓶子的无常，瓶子的有为，然后瓶子的事物等等呢，这些特色呢，它是能够一同去路的缘故呢，所以它是具备一切之分的去路方式呢。那这种呢，称之为是成路。所以潜路跟成路的方式，去路的方式呢，最主要是讲说它去路径的方式是以哪一种方式去做去路？